而且提醒民众，这食薰一定要爱守规矩。来看这高雄国际机场呢，其实户外是有设2大互人食薰的区域，也毋过煞定定有人伫咧禁区咧剥薰。民众讲已经甲相关单位反映真久啊，毋过要是无改善。另外呢，有旅客是认为讲这户外食薰的区域，其实伊的个事是无够清楚的。也那高雄国际机场是表示讲会加强巡逻甲处理。 高雄国际机场国际航线的3楼大厅外口，各行无几步，头前就是食薰区。不过，这群人也未行到规分，就行起来点，带司机伫咧边仔食薰，完全无要插死周边有搭禁止食薰罚1万的故事。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，这款情形已经甲相关单位反映真久，不过拢无看人来改善。为咗经过民众闻到薰味，也拢感觉实在真不爽快。应该要来巡逻一下，对，避免会有一些孕妇啊经过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。对，你们闻到烟味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？ 会。我觉得是蛮需要的，对啊，因为连百货公司他们都有吸烟区，那何况是一个这么重要的门面。无食薰的人感觉，明明都有设食薰区，为什么都是无守规矩？毋望爱加强巡逻处理。不离过，咱去问有食薰的民众，有人讲机场大厅内底拢无做告示，甲人讲倒规会当食薰。若是台湾人，可能也阁有在调找；外国人可能都有困难。第一届来当然是甲问一下，爱问一下啦。那个指示照还毋是讲足多啦。 所以讲会感觉较唔知方向里对。机场周边无论楼顶楼骹、户外空间真侪大所在，拢有搭禁止食薰的告示。不过民众就直接徛伫咧禁薰的牌仔头前食薰。对此，高雄国际机场表示，针对民众的反应，会派保全人员加强巡视看道。若是无要配合，就会按照《薰害防治法》来进行裁处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。